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9，以赛亚书53章50安尼讲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打，咱得到医好。三甲来祈祷，愿基督为阮担当刑罚甲鞭打，互阮得到平安甲医好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恩典日日赏赐阮，你的慈爱每早起拢是新的。主啊，当阮软弱的时，你扶持阮；当阮失迷的时，你敲催阮；当阮忧闷伤心的时，你拭去阮的目屎，用你的话安慰阮。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地。主啊，愿伫你的面前，承认家己的过犯甲背逆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用无尽的赦免甲疼痛临到阮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若是耶稣为着阮的过失受伤，为着阮的罪过受害，基督为阮担当刑罚，阮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打，阮得到医好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